牵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月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的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伊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歹势哦，内头改做几多钱啊？人都等下猜迄，伊讲迄2000的女，改成付费迄200的女，伊讲迄2200的女。来啦！哎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拿来就好嘞！哎呦，哎，你有钱多点。什么啦？唔会啦，也迄领发票拿走的钱。安子说哦。哎，还在请问一下哦，那刚刚有看到抽到这边给梁子牙，给丢吃饭门是付钱没？你丢真的有办法通哦？另外。歹势啦，这层女仔就唔会。其实下下就有师傅看到佢两只等于阮办调试天天，其实去个拿钱抢佢下就是，又经过送到佢下的面子，主要佢下就讲佢下传到替1300的年下，讲迄传统免费走到佢下就是咧，系安尼。哦，安尼哦，你真给你以后呢？好吧。安子说哦，嘿，安子说哦。好。有事帮我啊？有。后生啊？后生，老后生。家下几只菜厝真係很有心哈，以後做你亞一行嘅很做得呢，很難得呢。太姐啊，都矛盾呢。阿妹又冇愛去教，愛買動豬哦，係唔係愛服務客到嘅人？阿妹嘅前面有撈幾隻太厝，係唔係窮樣？誒，當然冇窮樣啊，家己件啊，喺太件嘅傳統呢。你晚嚟按世件啊，迄情形當然無窮樣啊。還有講啊，開傳統嘅人啊，又唔係做救人嘅事業，錯冇？咁銀行嗰度傳統啊，我得到好嘅服務啊，當然係唔把錢啊。見到來講啊，傳統啊就少人嘅錢啊，都要服務好銀行啊，按人那有矛盾啊。有看到哇，天王今天幫加油大姐說話了耶，英雄救美。亂講啊，你對啊。哎，妹妹，我們去那邊遊樂區玩好不好？好。阿 Q， 那我們就去那邊玩，你就負責陪加油大姐，陪她一起烤槽，哈。家人，有問題嗎？好啊。好累啊。哎，等下記得做了鴉片啦。哦，好了，拜拜。你去這邊好了呀？哦，好啊。哎呦，当然是在美丽的花园里散步啊！加油大姐哦，就走着。哎呀，不小心踢到了石头，就跌在我阿 Q 的怀里。顿时两人四目交接，天雷勾动了地火。哎呦！
写言情小说。哎呦，你听我讲嘛。然后啊，这个时候我那个呆瓜阿 Q 就跟嘉瑶大姐告白喽。不错哦。要知道哦，还挺厉害呢。你看啊，演唱会的票被我弄坏，我还可以想出这么好的补救办法。算你厉害，我还是我们家公主哦，聪明又厉害。还有一点啊，还有美貌啊，我是色艺兼具。干嘛？有意见啊？没有，突然觉得怀孕了，想吐。拜托，等结果出来啊再说啦。风行啊，根本啊俩一日游，我保证，大姐跟你阿 Q 一定能擦出爱的火花。那我们就等着跟你阿 Q 领赏哦。我们去坐那个海盗船。不要啦，那个很高我会怕。是胆小鬼哦你。那要做什么？那个。哎呦，我们不是情侣，坐什么爱情列车？笨蛋我们今天是出来考察的叫大姐去考察她的餐厅，那我们两个当然就要帮我阿 Q 考察他们将来约会的地点啊。有道理哦。好，对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去考察爱情列车。好 ，Go！路寻一片片小花嘅警察裝在同愛心底。家姐，好啦，點啦？什麼啊？嚟攞佢啊！長袖 T 恤一條太捲的黑暗人就是個波地。有人叫唔識歐米下公，咪色彩姊妹。今年懂嘅嗬，你有咩本事啦？沒事啦，嚟哪裡啦？經驗冇啊？經驗冇啦，你要出嚟教哦，出可能需要睡下好啦。慢變來變離，搞到一些武大大壓力和轉移。不建議，你長袖 T 恤變了形。家姐，冇啦，女士優先，你成功好你啦。其實啊，每一次抵達，你對我的心意啊，你嘅眼睛裡以後，故說那天嘅流行都被發講出來。我希望哦，你莫再花時間到我陣空咧，你睇冇想講感情嘅事情啊，我一心想嘅就係彌漫流經嘅問題。你咩記得啦？彌漫流對我哋有幾重要嘅？你都記，那天留彌漫流好好做下去，切推做唔得，你就輸起來。我相信應該做得體貼我嘅心情，錯冇？
情也没那么严重啊。嘉瑶大姐并不算完全拒绝你吧？安云还唔算拒绝哦，感觉我对伊变没样算的啊。哎呦，话不是这样说的嘛，要不然你再说一次，嘉瑶大姐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伊讲哦，伊顶下对伊同好啦，现在莫花心思都甲行动啊，伊要全心全意哦，把到学校做当每人啦。有说哦，伊咧也无心情向我讲感情的事情啊。汉柔啊，伊讲爱云哥底下心情让错啊。哎呦，你看，他说丽哈目前没有心情谈感情，而且啊，最后还说你应该可以体谅我的心情，有没有？那又怎么样啊？阿 Q， 你真的是呆头鹅哎！他说他现在把心思放在客家菜上面，他又没有说将来不会跟你发展感情。哦，你哦要有耐心，想追人家这一点话都听不懂。唉，假使讲假如今年往来等哦，你说讲我等到天荒地老，我都愿意。你这样说也太恶心了吧！那今年挺天真的呀，大拜都被你说服啊，害我每一次哦对佳瑶都充满了希望，都被你骗了那么多次哦，不行了，这一次哦，我一定要接受佳瑶拒绝我的事实了。哎，什么我骗你那么多次，你这样说的太过分了啦！我说的你不相信，好啦，那叫大姐本人说的你就信了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去美满楼找佳瑶大姐，拿着。刚刚这种假词讲的，竟然会可以客家传统，假如让我对我有兴趣哦。你都个变卖贵？无啊，无。错嘞。上班的事情很牛哈。骗你还本人买个东西嘞？你昨天老师改的太极买退了哦。哎呦，严凤哦，太极，你还为你好呢？哎哦，迄都个时候你个终身大事哎，无硬上网做嘛该啊？哦，什么哈？那拜托你哦，你下班哦，莫再个飞行嘞，哦，莫再个给无好冇啊？我已经讲过几多摆的啊。我哦，以下上个就系弥漫了，其他的事情啊，我妈个就冇说。黑讲哦，你真经上来听说，你就脑袋都不开啊，后年来做客家菜，好吗？哦，太极啊，你正经冇结婚啊？我冇结婚很难啦，就算讲我想要结婚又难啊，遇到唔好嘅人吼，都跳了，还要靠自家啊。既然安尼，那就冇讲感情啊，伤心又伤神。你有下网开始用为啲家嘅人唔好啊？那有面试嘅菜哦，下网试就啲唔好事啦。歹势吼，cái菜哦好唔好食到，我有看嘅哦，差唔多就啲咧。你看啊，阿珍啊，还有阿梅啊，几多用呀？遇人不淑啊。太极，太极，太极！哦，他声音哦，你站在后面干嘛啦？这个人吓人吓死人啊你哦！哎呦，我也吓到哎，不要这样啊！然后哎，你吓到我了怎么办啊？公主请息怒，小的又不是故意的哈。可是你吓到我啦，怎么办？哎呦，好啦，请你喝饮料嘛，消消气哦，好不好？这还超不多。好啦，走啦。哎，等，
地还没扫完。哦，然后呢？帮我扫啊！我还要帮你扫地，我都要请你喝饮料了哎。我嘞，嗲嗲。乱找事情，是搞错。刚叫大姐说的是，该不会是认真的吧？嘛该事情啦，就一辈子不结婚啊？我大姐对感情事情一直都很压抑耶。啊，我也没有看过她交男朋友，也没有听她说哪个男的啊很好啊什么的。而且啊，她好像连一个男明星都没有迷过哎，这么夸张哦？我想这应该是我爸当年抛弃我阿妹对她造成的影响啦。加上现在阿珍姐的事情啊，她对感情又更悲观。可是不是每个男人都这样吧？至少我阿 Q 不会啊，我保证 ，I promise。你 promise 有什么用啊？那我不然去拜托爸公保佑。现在的重点是我大姐的感受 ，OK？ 哈，那不就完蛋了？什么完蛋了啦？就我阿 Q 啊，我看哦，这是对他的影响很大哎，说不定以后会造成他的阴影，然后就害怕谈感情，然后也打算终身不娶的话，那怎么办啦？哎，他可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哎，皇家的香火要是断的话，那不就完蛋了？你讲话一定要这么夸张吗？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还在讲什么男丁传宗接代？蔡奶奶，现在是21世纪哎，男女平等了好不好？不对哦，是女人出头天。哎呦，我管那什么男人女人的啦！你看我是不是应该叫我阿 Q 放弃算了啦？也没唔敌哎。哈，你都唔敌，那我怎么会敌呀？哎呦，怎么办啦？哎呦，反正千错万错都是男人的错嘛。那种抛家弃子的臭男人，害我阿妹伤心一大半辈子，现在又影响我大姐那么深，这会影响她一生的幸福哎。想到我就生气。啊？你刚说的臭男人，你是不是应该叫他爸爸？我要警告你最后一次哦，我只有阿梅没有爸爸。哦呦，啊，好啦，不用生气了。那我问你哦，你是不是也一辈子不结婚啊？你现在在诅咒我是不是啊？哈，蔡瑞梅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，没有吗？我没有啊，你讲我，你讲什么话？你讲我，你要打我，讨厌。曹哥啊，你进来啊！阿燕啊，他跟我们城里还吃饭了。歹势啦，迄讲反倒村堂的规定哦，来整因董事哩啦。因为当时啊，我无想按度啦，所以看到迄个爸爸的心情啊，我就按样做咧。整因哦，董事哩啦。哎呀，冇做唔錯啦，不然冇唔錯呢？管推公司你哋太公啦，本公司要對外宣傳嘅機票，花錢都花唔多呢。係啊，做阿爸樣啊，了解人心情啦嚇。所以我今天嗬，公司今天下陣嘢嗬，免費地包表揚。曹哥啊，我知道冇做乜嘅了不起嘅事情啦，唔是讓我表揚啦。公司應該表揚做些認真員工長臭啊。做些認真員工，當然公司要好好表揚啦。但是人家做法嗬，人哋也係個傳統，係傳營業咧，也係個風業咧，當然要嘅一切嘅心情，去嘅對人係能錯噶，所以我哋做好，對樹立我哋一個員工嘅典範啦。哎呀，當派生呢，真應董事理啦。好，呢件事情我係幾天啦嚇，但是我記唔到，未必得呢件事情，係個重要事情要同商量。乜嘅事情啊？下陣嘅獻醫仲有感冒嘅，今天來有盼咗，所以唔攞擺食材
我想办法去补齐啦。我还記得咯，每樣菜項都訂好來咯。我要出埋個茶菜項都付完全錢。臭哥，你放心啦。哎，太师傅，有看到阿發冇？阿發哦，佢係忙來呢？還忙來哦，哦，有水果頭了，不時遲到了，唔啲變賣較貴啦。啊，公司炒壽司不愛啦，那生意市場我一定記咧。壽司哦，無定阿樣呢，阿爸係來炒4種魚啊。老炒4種魚哦，哦，那是阿發哈。老公司的茶，當作去乞丐茶啦。哎，太師傅啊，迄無安尼好啦，唔可以4種的吧吼，也求得擺做魚啊。唔是啦，你莫喊你啦，我都擺醬來就好嘞。哦。阿發你家哈，嫌佢東西準備好，莫等來整哦，還蠻好哦。哦，好啦，冇問題啦。送你一夾，嘿。可以啊，凍醬啊。凍醬，哎。幾多錢啊？幾30。30啊？係。哦。要唔要？同啱用啊？哎呦，你發現啲師傅，你基本上唔上來啦。係啊，阿醫生啊。啊嗱哈，啊嘟嘟嗬，左邊嗬，看東西愛將當杜威風，進去，片子一切嗬，看看咧，嚇，又一進去嗰個骨誒，嚇，一個下，一個幹貝的，看啊，看誒，價錢我算較便宜啦，我本錢滿意啦。買啲。哎呀，嘟嘟好師傅，來搶食就餐飯。拍攝啦。用啊，好食嘛？我試甜嘅。那件做呀？你蠻了啊。更多啊，啊，早些水不食。哎呦，師傅，較好食咩唔是見到安尼哈？太細啦哈。細幾樣啦，給也9成半哈，也給你們的做挺好食啦。他個事就很像我在身呢。係啊，什麼啊？好啦，看阿媽嘅啦哈。還有3包干貝啦。哦，要干貝，有咩挺好挺清。3包哈。哦，你係哦，看在以後呢。哦，一個研發下，然後多用嘅絲路葉面有挺好食，品質也挺好。可以到。等下總5件啦。來哈，好。怎么也这么大呀？哇，这个一个大牌，怪不死哦。哎呀，没办法，你只有一只名牌，根本没样出来，怎么变你知道吗？阿凡，太师傅，你每做嘛该馒头啊？
太师傅啊，阿先伊无安好。歹势啦，俺们唔掂咩老总要fight啦，所以总要爬唔起来。我今日下班，我实实去买当老总，我听你就慢慢来啊。你啊，很严的问题，唔系公司的问题啦。老总fight哦，没理由啦。你去看算看呢，2、3年啊，你们都几多年了？黑年态度有问题，那有，俺们董事忙啊，俺不了咩做菜，还看菜单呢，所以让我看慢来啊。你也唔系理由啦。老公司查实都已啦，因为蛮多吼，让有公司的人做，你想看呢？这位事情啊，根本不应该发生的。是你嘛，我还都唔会讲安尼嘛。太师傅，我去帮忙准备一下啦。哎，我都把送过的东西先拿进来。好啦，还有啊，你够100啊，你就没事来嘞。辛苦了呀！唔会啦，你真辛苦咧。今晡日哦，就做汉冇汉几日，你下哦，喊来了上个新的菜色。唔会啦，我做嘅哦，係我有歡喜嘅事情啊，唔會辛苦啦。哎，家人好，你有眼叫出買個新的菜色啊？我下擺哦，想要用魚嘅嚟做客家菜。用做客家菜，哎，你客家人吼，一向的是曬，唔是海嘅，你又會想會出來用魚來做菜啊？就係因為哦，客家菜哦，大部分就係用3地度嘅東西啊。迄個我做在想出用海鮮類嘅東西來做客家菜，安尼就一多年食到新嘅口味啊，安尼哦，係咪當有特色？哦。原來是咁樣，你這個想好用海鮮來做客家料理。你講你打咗，我就去魚市場買魚啊。年终啊，安尼细神你就有感觉。以前当日这样做银下来说，我冇做买粮啊来说，唔像伊啊，规则甚至人家记晒，先啲。系啊，这海天气哦，越来越差嘞。哎，早呢下雨哦，中秋时雨人佢上到天飞啊。小家，嘿，你买鱼啊？系啊，不过冇看到咬迄个鱼啦。哎。送办我带个9成办好什么啊？哦，什么带9成？当我使咯，我那就同宣传呢。什么啦？难怪哦，亚给你很多年都给问9成办哦。我下摆我再给我带其他嘅来。冇问题，我替你同宣传。好啦，好，我先离了。冇你就错啊，我哪两本事？唔是啊，我先离开。哦，下摆条冇来抢粮嘅哦。好啦，好。大家说下这阵弥漫了太毛嘅啦，冇看养后生哦。做嘢來客家菜就好食不得了，講幾番唔驚人家談，佢做起來菜哦，比人家太舒適，很好食。那傳統啊，我本太細啦，仲要嘅東西好食啦。一個人眼認同，不過講嘢米飯就真係冇簡單，
当初是靠米满伊啦，什么做伊咯？大行我休息才4年呢，佮辛苦哦，唔免太家上来多诶。米满以后差不多佮搞半个太忙诶，所以我看见无限都无时间加人咧。伊个米满了，只要靠归家什么参与落诶。 米满的算也附近，可以讲全苗栗最好食的客家传统之一。迄道米满凤肉非常有名，一大台北人为了食这只凤肉，和太多人时差坐来排队咧。哎，警察，警察！你有被人打？哎呦！哎，我听说嘛。啊，什么什么？来，腿也烂起来啦。腿啊，哈，哎，拿腿来，哦，看看。还是呢。来，两边。好。按姿势哦。好。哦，你就喺御花园嘅人哦。哎，去御花园的人啊，系啊。那前几年哦，终于去这边吃饭哦。哎呦啊！哎呦，今年吃饭嘅时间哦，都有意思哦。那看到两只也都在吃饭呐，不过几张6、3人天天啊，就点1份半条哎。结果你这个人哦，就送来一太多嘅菜哦，我知道同奇怪样会安尼喏。结果一问哦，张弟弟讲，嘿，你都个太厨自家出钱抢几条食个哦。我冇想到係安尼呢。我不靠咩佢傳行嘅啊，不過冇幾太見嘅啦。我沒有就一家老人嚟講啊，佢講，你又唔但將會照顧到人下嘅味，還會照顧到人下嘅感受啦。啊，條牌唔記得幾多嘅購買哦，不過跟你看到了以後哦，我就記得了呀。還是哦，我發得到咧。我去加油啦！請問太名？别人御花园行政主厨哦。哦，因为安饮食就好了。啊，安饮食你好，你係唔係今日自家出錢嘅太廚啊？係啊。真嘅啊！你這個人懂好呢。冇計啦。啊，好啦，我先轉咧。哦。有機會哦，我會再去御花園食飯嘅。好。哎，我來送你嘛。唔是，就調前一天啦。哦。好，先嚟啦。哦，再飛。妹啊，你莫再给我做朋友了啦！你要讲这种事情还是莫想谈。
做毛的啦，你按奇怪去了哈。你又还很唔系细心呐？你老大呢？你当你做到朋友，佢就会转来啊？你莫再个骗自家嘞，好冇啊？就26年了嘞，佢还冇转来呀？连个电话就冇呢？几年8年，按冇去，今日用你钱吗？今日没买嘞。错啊！你讲嘅冇唔错啊！你还记得你2万块没买了嘅嘛？就係以為佢冇係你啊！我實在同我講啦，你買嚟算啦，係我可以，我買埋個菜，我有權利，你話？今日上班，完全同我冇溝通，跟住我都不可以啦。你喺哪裡快沒買了？你出去要留啲物卡，唔是我做決定啦。是梦了啊！好了，再来掉了啊！好，再过来。哎，你这菜哦，全部就青螺丝了，这都没被你好啊，结账啊！叫咩样哎啊？菜炒青螺丝，可是你出出条码呢？你喊他炒螺丝贴嘞，给按条当了，3分钟不要这样的。还用2个斤啊？排水啊，是不啊？200。好。排水呢，不然得到安全啊。排水，不麻烦。好。先蒙啊！还要用菜啊？当排水好，蒙烟菜啊，好，就水好。好。好。谢啦，我要下个掉。苦瓜咸蛋，9层塔茄子，用时态同还有蜂药。那可能我还是老年咖啡是比较屌。玩弄啦，还搞去做事情啊？你好，加快了。来嘞！哟，才知道还没放那个钱。罢工。自己转哦，一天要1公清楚啊！侬一样喏。哦，阿爹，没买了，给面休息了。阿爷，你爱头哪毛啊吼？头都要冇整理嘅吼。来
海兰，你来地方还敢赞你哈？是啦，是啦。感冒就晒哈头好诶。哎呀吼，干来按摩，休息放松一下。可能吼，佢唱歌跳养生呢。是啦，这个哎，你来啦。秋苗，哎呀，不是他呀。誓言啦？我啊，哪有誓言？你们那边同意啦？哎，专门2百，配没誓言？我啦，我冇誓言啦，我成日都想事情啦。还唔想去骗啊？我就疲劳严密嘞。讲法了啊，係充嘅經驗啊，係咪哦？見講見睇，你點啊？唔平嘛，講個法了啊？你媽個態度啊你？有啊，炒白嘅啊！佢哋都會誓言啦，我冇啦，冇，係有話好講啊！人中意生意呢？唔係嘅人，也邊個度會錯好東西呢？我係社會兩樣嘅，也話要見人嘅表示，你看到冇啊？係花講嘅條件，見面都傷嘅。假使真方便話，我都唔認同。有睇到冇？係睇到嘅啦。阿燕啊，我想講，聽講縣議長要判做嘅事情嗬，我哋問題要請教呢。還有乜嘢問題啊？冇乜個太問題啦。哎，也請人老闆講。好。那邊做太叔有咩來不起？要靠關係你們來嘅，還有機會啊，沒都必看。好。喏，你看呐，我嚟整理一下，就變得冇相同誒。最少生色哦。本來就上都唔會猜，你再打扮一下，會變那個醬嘅哦。嘿，你嘅數你好啊？冇啦。幾多錢啊？哦，唔是錢，我搶啦。做乜要搶我呢？算較便宜嘅就好了呀。我哋係你好姊妹呢。我吼嘛時常搶我身美滿路嘅板條，要拜哦，就算係小雨法郎搶嘅啦。也有冇窮樣，做唔得安尼啦。來啦，哈，唔是咧，真嘅啦，哪點啦？哎呦，更講愛搶咧，做唔得啦。哎呦，唔交給你弄我麻煩哦，冇答應同我死亡交往，對我來講就已經賴啊，嗰時候嘅錢咯，每天都唔得跟人數啦。以後啊吼，你盡量來，我聽我跟人打幾多隻咯。準公啊吼，我要同阿死亡結婚啊吼，唔出係你 VIP 哦，一生日啊吼，恁班加油胎啦。差很多呢。阿妹，做好，我老真機已經整理好嘞。哦，奇怪咯，那個算一兩個位，冇咁樣錢啊。阿媽जी，啊，有買咯。因為路哈，個錢哈算假白呢，算較樣算就說冇咁樣咯，很奇怪呢。阿媽जी，
我看吼，你莫喊几日袂忝嘞啦，莫去重病了，等下我来家出来算是做得嘞，你先去困啊。阿妹好，来，我请教本。我算较算你穷样啊吼，人忝的啦，啊种我先落嚟，啊娘两嫂做做什么哈？好休息的哈。没问题。啊。钱哦，搞不赢，拿了算。哦，太子哦，真认同奇怪呢，都个发嘛个钱啊，俺太个人呢，就生人穷样。我看哦，你莫喊几暗嘞啦，生意心，等下我来休息做得嘞。我哦还后生，了无算嘛该啦，等太子转来，一定要伊讲清楚啊。奇怪，想到是骗死。你还唔睡呢？太子啊，你还有心情去洗澡？根本一点都亲无汗呢，你还唔对哦？你都个想嘛该啊哈？我都想买有买重要嘅喏，阿妹已經講了呀。迄個我有其他嘅想法哦，我應該要出去讓我可以見啦。山流水何處去？重逢難依舊不移。千里眺望故鄉後，遙遠的陽，初戀未愛你。長夜撫琴也將起，如是故應須勇氣。山下攀爬高帆，你也瀟灑，無言又撫平，玉髮將要飛向天。